VIP Money 經濟一周，市場升，但風險未走。各位朋友，今個星期市場繼續上升，但背後邏輯只有一個，市場壓住和平，但未真正實現。第一，股市上升，但靠談判預期支撐。截至4月17日，全球股市普遍上升，原因係市場預期美國同伊朗有機會達成和平協議。伊朗已重新開放，霍爾木茲海來停火有機會延長。加拿大 SPTSX Composite Index 同美股上升，債息下跌，油價回落，金價微升。呢個信號代表市場樂觀，但仍然保留防守。第二，加拿大樓市轉弱，3月樓市連跌第5個月，按年跌2.3%，樓價跌至2021年以來低位。同時，銷售預測由原本升5.1%下調至只升1%。核心原因，利率上升壓住需求，如果通脹再升，加息壓力仲會加大。第三，美國通脹壓力未退，生產物價按年升4.0%，能源價格線月升8.5%。即使數據略低於預期，但趨勢好明確，通脹正在累積壓力。聯儲局面對兩難，控制通脹定支持經濟。第四，中國經濟強，但有隱憂。第一季 GDP 增長5.0%，超預期，主要由製造業同出口帶動。但問題係內需仍然疲弱，房地產市場未恢復，加上中東局勢推高能源成本，可能拖慢之後增長。第五， IMF 警告全球風險上升。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已下調全球增長預測，由3.4%降至3.1%。原因好清楚，戰爭推高油價，通脹壓力上升，各國可能再加息。加拿大今年預測增長1.5%，低過去年。最後總結，你收尾直接用。現時市場三大關鍵：一，和平有進展，但未落實；二，通脹壓力持續；三，全球增長開始放慢。呢個環境代表機會同風險同時存在，但波動會更大。市場升只係表面，真正關鍵係你有冇提前部署下一步。